爸事不爽就输看要下药啊，伊讲无问题。安尼就好呀。这俩好的图，讲单调就要单调。像前后加好的图，讲不爱放伫我的记录，我阁有淡薄伤心，今仔看起来伊是对的啊。这大历史哦，真正是足无聊的。凊彩送人嘛好啊，何必安尼甲人侮辱？我还记得迄个时阵，你的男朋友是俊强。啊，毋过我后来无嫁互伊啦。转开啦！迄当阵吼，阮爸感觉讲伊应该是无法度互我过好日子，就甲伊约出来替我做决定。你家己的妈妈破病受伤，袂用开嘴。你即马是人伫遮看到，你较会伤心。咱敢毋通卖分手？袂好啦，伊安怎看你，一点仔拢无重要，重点是你毋通看轻你家己。咱两个勉强斗阵，嘛是真痛苦，离婚啦。你会记得恁高中毕业进前啊，踮伫咧学校的树仔骹，敢有唱一个敢玻璃管仔的物件？迄当时咱唱的是什么物件？会记得啊？你哦，继续画，啊，找只较好的主题，啊，我叫部长来看，哇，这新闻记者，这警察查查，介绍主动拢抓起来。是啊，我嘛是感觉安尼袂歹嘞。多谢爸。